半夜三更，一場火燒死一個人。你住緊嘅舊樓，啲電線幾多年冇換過？走廊有冇人亂咁擺嘢？今次呢單悲劇究竟係一場唔好彩嘅意外，定係一個遲早會發生嘅警告？而最恐怖嘅問題係，舊樓火燭點解燒親嘅總係某一啲人？事發喺尋晚星期四晚11點幾，牛頭角道玉蓮台第二座，好多街坊已經準備瞓覺，點知突然間收到勁多個 call，話有單位火燭。消防一到場，話不得了，一個7樓單位已經係火光熊熊，濃煙係咁湧出嚟。啲居民嚇到雞咁腳走佬，有啲淨係着住睡衣，情況非常狼狽。消防員一邊幫啲住客疏散，一邊即刻爆門入火場救人。佢哋喺單位入邊發現咗一個男人，當時已經昏迷咗，完全冇反應。救護員即刻將佢送去聯合醫院搶救，但係最終都係救唔返，證實死亡。一條人命就咁冇咗。大火喺凌晨12點左右救熄。我哋睇返事後嘅相，哇！成間屋黑晒，燒到好似炭咁，可以想象當時個火勢有幾猛烈。好啦，重點嚟啦，點解會燒着？消防同警方而家仲查緊，究竟係電線短路、煮食唔小心，定係有啲咩我哋唔知嘅內情？呢個就係最大嘅懸念。返嚟我哋一開頭個問題，點解舊樓火燭燒親嘅總係某一啲人？我冇水晶球，答你唔到今次單一個案嘅真相，但係有啲冷知識你一定要知。根據消防處過往嘅數據分析，舊樓火災嘅高危因素有幾個。第一，僭建同間隔改動，好多劏房或者改裝過嘅單位，電線負荷超出原本設計，極容易短路。第二，走火通道阻塞，你屋企門口後樓梯係咪俾鄰居啲鞋櫃、單車、垃圾霸咗？火燭嗰陣呢啲就係催命符。第三，儲物證或者叫囤積行為，單位入面堆滿雜物，尤其係易燃嘅紙皮、舊家私，一燒着就火燒連環船，神仙都難救。呢三個因素往往集中喺某啲特定嘅社群或者居住環境。諗諗你住緊嘅地方有冇呢啲死亡陷阱？你隔離屋又係一個點樣嘅鄰居？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唔會中招。